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国军伫个宜兰金六结的这个营区有训练员，11号开始来休困，但是感觉身体无爽快。13号到病院来采检，14号判定是阳性，而且到检疫旅馆来做隔离。宜兰县政府嘛针对这个事件对外来说明。目前我们了解是匡列了19位居家隔离，那其中有14位一采是阴性，那其他还会持续在做筛检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扩大匡列，有27位属于自主健康管理，目前有16位一采也是阴性，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个个案。陆军团嘛表示，已经配合着地方的卫生局来做疫调，而且进行着营区的消毒、甲分流、甲管理等等的作业，嘛持续来监测，而且掌握着人体人员身体一个状况，而且会确保着部队整体的这个战力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你看。